食饭食到饱，人生才快活。欢迎收听开讲广告拢会通，卫生卫甲爆米香的爆米香来卫生。我是等要食两人酥的阿君，我是上爱食着豆腐的阿苏，我是厝内一大堆月饼的阿轩。感觉讲开学无偌久，竟然阁会使放假呢？时间是去倒位啊啦？嘿啊，因为阮逐工拢有够无闲的，敢若像干乐共款哭哭洗，时间当然嘛过真紧。这我真认同，恁两个拼死命咧接工课，连阮顶摆去买生活用品的时，拢思思念念无做完的工课。唉，啥人知影不知搁不觉，就接遐济工课啊咯。讲到顶摆去踅街，我本来想要买旁边仔的月饼对无？啊，你哦，一个准啊，无错，只是伤贵啊啦，一粒两人酥竟然要560块，正做一位散车的大学生，实在是买袂起哦。重点是囥伫遐的月饼拢无偌大，佮烘无够，拢白雪雪，无啥物好食的款，佮遐尼贵，叫伊去抢较紧啦。恁两个哦，真正是爱食佮爱甲人气嫌。讲到月饼，阮兜因为做生意，所以拢有食袂了的月饼，每一摆拢会食到野生。你绝对是讲出来顶的吼。我嘛想要爱食袂了的月饼啦，唉，啊恁兜的状况哦，无法度啊，是华人除了清明节、过年以外，上大的节日呢。即天呢，拢嘛爱互相送礼，加上即个节日，当然就是送月饼上着时啊啦。但是为虾米中秋的时阵咱爱食月饼咧？对呢，为虾米啊？我以前拢只有烦恼敢食会着，无想过即个问题呢。中秋节的时啊，爱食月饼的惯势，就爱讲转去元朝的时咯。迄时的人呢，为着要脱离蒙古人残忍的统治，留庇阮伫一天做饼，甲叫大家做伙起义的纸条啊，藏伫内底哦。哇，真巧呢！安尼就袂互蒙古人发现啊，对无？但是安尼敢有人甲迄个纸条啊食落去啊？对，阿三讲的无错啦。落尾毋若成功甲蒙古人赶走，月饼嘛成为代表的食食咯。这我就知影咯，是因为月饼圆圆和天顶的月亮同款，加上即天大家会团圆，还有即个吉祥的意思，就是食好圆圆，人就会团圆。啊，阁有啦！中秋节即天哦，除了月饼，嘛爱食油仔哦。阮某啊上好的朋友，每一年呢，拢会对台南的麻豆寄一箱油仔起来呢。哇，我足欣赏因的感情的啦。但是后来因为即间卖油仔头家愈来愈无老实，阮某啊就拒绝伊的好朋友，每一年拢安尼开钱买一个委屈，互我拢食袂着油仔咯。真可惜。讲到油仔，我细汉的时，甲油仔掰开了后，会用油仔的皮做帽仔呢。我嘛会，阮兜的相簿内底有不了济我甲我的兄弟姊妹做伙伫油仔帽的相片呢。细汉我实在是有够古锥的啦。但是即马大汉咯，毋但面无法走精，佮安尼治就真见效咯。讲到遮个烘肉即件代志咧，才是中秋节上声人的啦。上课的时阵，老师有讲过，其实中秋节烘肉即个代志，敢若台湾才有哦。所以这无算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习俗哦。烘肉即件代志，只是因为以早的烘肉酱的广告尔，就是上有名的“一家烤肉万家香”的迄个牌子，所以呢，就推测讲中秋节就是爱烘肉才着味啦。想袂到遐尔成功。讲是安尼讲，但是老实讲，即摆的人只要中秋无烘肉，又会感觉怪怪的呢。对啊，虽然烘肉真趣味，但是伫遮嘛爱甲各位观众朋友呼吁一下，若是中秋节爱烘肉，
着爱注意火的控制，选用的炭嘛会经较好诶。无细腻炒火焦，也是伤济酱的肉，就莫食，对身体会较好哦。中秋节哦，每一年拢绝对会听到的就是土仔、迎摇仔、吴公插树仔，还佫有就是流甲烂去的故事啊啦，佫有上老的嫦娥走去月娘顶的故事啦。但是大汉了后，我才发现讲嫦娥甲土仔两条故事的婴仔话呢。毋那哦，佫爱牵着后羿写字头的故事咧。啊，对啦，阿嫂，你看阿轩一个面写着大大的毋知，阮就来讲互伊听好啊。无问题啊，你先讲，我来补充。嫦娥本来是天顶的仙女啦，甲我共款有够水的呢。好好讲故事，莫臭单啦。好啦好啦，伊嫁互解决热死人的救命，而且成为王的后裔。听讲伊伫天顶负责的就是药仔的工课，所以呢，伊判嫁的土仔是伊的助理，负责咧磨药粉。而且爱友情提示一下，嫦娥是无爱后羿的哦。有一天，王母娘娘送互后羿一盒长生不老的药仔，嫦娥看见了后，趁后羿无伫咧，甲规盒药仔食去啊！希望会当转去思思念念的天顶的厝啦。药仔食落去以后呢，伊的身体就变轻，慢慢啊飞起来去天顶啊。嫦娥迄只宠物土仔，因为忠心爱主，所以甲落落伫涂骹上尾一粒药仔食落去，就安尼嘛做伙去天顶咯。哦，所以天顶才有土仔咧研药粉哦。但是听起来吼，迄个药仔真亮光呢。好啦，人的尻川也话讲了啊，即马咱来讲一寡较特别的习俗。哦，这嘛真好耍哦！我印象上深的，就是袂当用镜头啊去记月娘，会互月娘寒耳啊哦。这是假的啦，拢是四大人咧骗囡仔人的啦。无喏，阮兜有真实的案例啦。阮小妹有一年就安尼做，结果过当天就讲伊耳仔疼。阮详细甲看，耳后壁立一魂足大魂的呢。阮母啊就讲是小妹冒犯着月娘造成的啦。等一下，竟然是真的！你安尼讲，我足惊的呢。好啊啦，阿君，莫甲伊吓惊，甲代志讲煞。好啦好啦，迄件阿嫂真有成就感呢。其实啊，就是因为阮小妹啦还阁细汉，所以身体的清洁无真确实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太过造成的问题啦。哦，真正是，我差一丝仔就要相信啊！真正是有够无胆的。其实对遮看会出来，月娘伫华人的心中就是一个神圣的存在。咱平常时用手举别人的时阵，其实是一件真无礼貌的代志。所以袂当用手比月娘，就表示爱尊重月娘。这嘛算是一种自然信仰啦。讲到信仰，伫中秋即天，嘛有人会拜土地公哦。听讲是因为今仔日嘛是土地公升道的日子，咧祈求伊的保庇。嘛因为阮阿公是外省人，我嘛知影中国会食桂花做的糕仔饼，也阁有啉桂花酒哦。中秋甲月娘，月下有我有月娘，真正足浪漫的情景呢。这互我想到李白，一个诗仙，伊有足侪首诗是写月娘的哦。虽然拢有淡淡的悲伤，但是大部分拢真有意境呢。你敢是咧讲千里共嬋关？哈，等者，你搁讲一摆。拜托诶，千里共嬋关是诗神苏轼的水调歌头，好无？嘛有互现代人编作歌曲，上有名的就是邓丽君的《但愿人中求，千里共嬋关》。阿嫂，你的国文老师拢要考出来咯，连阿嫂拢知影。
啊，讲到老师，今年的中秋进前就是教师节呢。我看出来你想要偷偷转换话题部分哦。教师节其实无像中秋遐尔固定，像美国是伫9月第1个拜二，但是阮阿公讲中国是伫9月10号。像台湾是设伫9月28号，因为迄天是孔子的生日。孔子的地位不了当，本来伊做官的地位是会使享受到6亿有的，但是为着要纪念伊伫教育界的贡献。所以后来人直接甲改做上悬的级别，8亿5，免费升级就对咯。我嘛希望我去食汉堡食到饱的时呢，会当免费甲我的内容升级。你哦，妖怪阁使食。一旦到教师节，四界孔子庙拢会有一寡感恩社事类的活动。上有名的就是台南的孔子庙。嘛是全台湾上早的孔子庙，阁叫做全台首学，所以每一年祭拜孔子的活动嘛是因办了上大。我以前学校嘛会办一寡活动，我印象上深的就是买花来送老师啊。我嘛有哦，国小的时啊，学校会一人发一张卡片，去找老师签名。而且爱讲感谢老师的话啦，所以咧，我无啥物印象，阮学校有举办共同的活动呢。但是阮班的同学会做伙集资，买一寡礼物，互辛苦照顾阮遮的高囡仔的老师啦。总是有教师节的目的，就是为着要互阮感谢老师。平常时啊，老师真辛苦，毋但爱教知识。阁爱照顾着学生的生活，阁有心理等等的方面，会使讲是18种武艺，项项拢爱会晓哦。今仔日讲到的2个节日，统整起来，我发现中秋和教师节有真大的共同点呢，就是拢有一定的感情以及感谢、尊重的态度伫内底呢。对啊，总算会当去放年假。提醒恁2个一个哦，月饼阁有项肉，莫食伤济，变做一粒球的时，我绝对会甲恁笑的哦。真过分哦！我看你才会变做一粒球咧。即马看起来时间嘛差不多咯，落尾，各位老师辛苦了，多谢恁的付出，嘛祝各位观众朋友中秋节快乐哦！若是讲想要听更较多的内容，就请恁甲追踪起落去。YouTube 的频道嘛爱请大家替阮起赞、订阅，然后甲亮亮啊拍开。爆米花来卫生，后届再会。